听这平安，耶稣听你，听来听这，耶稣是咱至好的朋友。耶稣知影咱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伊用永远不变的听，为了咱保守咱每一时刻。因为耶稣，咱今仔日才会当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敬拜伊，这是咱用诗歌来献上俄乐。主耶稣，因为你的圣名，我来敬拜你。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诚心假是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跪落伫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愿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诚心假是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诚心假是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咱唯一的主。听这你有确信吗？你有相信吗？你有相信耶稣会永远陪伴你吗？这是咱的言，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记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爸，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诚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时刻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伊只相随我，要一生跟对伊。
我相信，我相信，信靠伊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是靠伊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是靠伊的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主耶稣是以马内利的主，伊的确。无离开咱一生的确有主的恩惠甲主爱，甲咱三甲伫地，咱就爱深深相信。接续咱来吟圣诗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望我的心真切，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求主相信献出光，叫我做人我道德，受你引带我稳当。靠主做日头吧，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啥事在包围，信靠主就得恩惠。路边踏着吟诗，路中行行求救伊，拄着危险免摇喘，信靠主就得引带，时
辛苦主，日子快过着苦主，无论啥事在包围，辛苦主就伫阮肺，真是世人辛苦主。地水火无也苦主，我袂通入白厝，这是主的恩赐，时时刻刻辛苦主，日子快过着苦主，无论啥事。主就伫阮肺，时时刻刻，时时刻刻辛苦主，日子快过着苦主，无论啥事在包围，辛苦主就伫阮肺，时时刻刻。辛苦主，日子快过着苦主，无论啥事在包围，辛苦主就伫阮肺。也这主耶稣知影咱需要一切，咱只有时时信靠伊，无论什么事在包围咱，信靠主，咱就要得恩惠。请咱安静心准备接续礼拜。请走甲。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才通意爱？我的心神愿望耶和华的殿宇较分气，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以色列啊，恁着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世间真人拢着恬静，虔诚徛伫面前，无伫挂入世间俗事，但愿阮在你心
做伙来吟圣诗206首。今日是主设日做圣，请咱起立吟全首。今日是主设日做圣，我着遵守我的安宁，求主今日向我心内度我黑暗，护我光明。今日求主触摸家己，家野因有救人出世，求主今日予我的心，大力最后众所小你。今日上帝手术诚实，亲像花野对天光临，求主今日感动我心，第一记得听主福音，也只个命我命日子，写进了口，今日帮你，今日是主恩典修书，我心情愿奉献给你。阿门。请咱依愿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咱来看启文23篇。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一切的讲，愿后轮的加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甜地，我就无惊。就带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弃杀的石，已经真侪触角头的石。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阿门。
接下咱就来吟圣诗73首。但愿感谢上帝，请咱一个吟全首。请咱做伙压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我们会当做伙伫特定教会来敬拜你，也会当伫阮的生命当中甲主同工，尽力去拍拼，完成主你予阮每一个兄弟所交托的美好的计划。这是阮生命中上大的福运，阮献上感谢。主啊，有时阮真无用伫阮的工作，有时阮也真拼命追求俗世的掌声，赢过属天的祝福。恳求主怜悯阮，主啊，请你保守阮的心，互阮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帮助阮伫你的话中来生活。都会当活出主你美好的见证。主，阮感谢你的竞选，你呼召竞选阮的目的是要祝福阮。你所赏赐的福是互人富足，并无参忧愁。当阮每一次面对挑战的时，求你互阮知影安怎得心来倚靠你，求你坚固阮、扶持阮。你的同在是阮得胜的应允。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求，阿门。上帝的忧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
做，求你怜悯我，上帝的忧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平安。好了，请先挂队。
咱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节到23节。第1节，兄弟啊，我前甲恁讲话，袂为了恁做属神的人，是做属肉体的人，踮伫基督是做婴。我捌用恁饲恁，无用勉娘，因为恁前袂砍得，斗胆又袂话。是恁又得趁肉体，恁中间既然有怨妒、相争，竟毋是趁肉体，是照人的款来行吗？因为迄个讲我属保罗，即个讲我属阿波罗，安尼恁竟毋是趁人的意思吗？阿波罗是啥物？保罗是啥物？是恁所对伊来信的采用。教主所赏赐逐人的。第6节，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上帝，互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着数，因为互伊大长的是上帝尔定。栽种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阮是上帝的当着磨的，恁是上帝所造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下伫迄顶面，拢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才知。因为所下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个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总是人用金、银、宝石、茶、草、条捆起伫迄个地基顶，逐人的工得要落现，是迄个日要显明伊，因为伊要对火来显现。搁火要试验逐人的工是啥物款，人所去做的工，抑搁留地，就要得到工钱。人的工若少落去，伊就拄着损失。独本身要得到救，毋过是亲像对火中脱出。16节，惊毋知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殿踮伫恁的内面吗？人若毁坏上帝的殿，上帝要毁坏伊，因为上帝的殿是圣，殿就是恁遮的。人毋通家己骗，恁中间若有人掠家己，伫即世间最有智慧，就着真做戆。通常最有智慧，因为即世间的智慧。照上帝看是戆，因为有记载讲，或者个智慧的人重因家己的规格规则，就讲自在有智慧的人的念头是空空，所以毋通将人来夸口，因为万物是恁的，无论保罗、阿波罗、基法、世界、活、死。现今将来拢是恁的。23节，恁是基督的，基督是上帝的。讲到咱拢属伫基督，请苏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日当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是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上帝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互阮会当今仔日搁一届奉你的名组织，伫教会，阮欢喜，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主啊，阮知影阮是真有限的人，阮的性命真软弱，总是伫阮的性命的中间，有当时拄着真艰苦。也是真无平安的代志。伫圣经内面，你应允阮，
你要手术互阮的平安，毋是即个世间会当互阮的，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迄个永远迄款的平安，迄个永远有恩望的恩望。主啊，阮恳求你的信心踮伫阮的心中，帮助阮，互阮伫今仔日听你的话，阮的心就欢喜，顺服你，欢喜跟缀你的脚步。感谢上帝听阮的祈祷，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今仔日咱看即个哥林多前书，其实若是咱平常有在看圣经，咱知影爱对第一章开始简单来说明。为虾米？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这4章是在讲到一个代志，吼。这个代志就是讲哥林多教会，吼，因是伫一个港口，吼，一间教会。然后伫即个教会的兄弟，吼，因有的是即个本地是做即个奴隶，然后因就得到自由了后，伫哥林多即个所在听见保罗咧传福音。所以其实教会内面侪吼，拢是咱讲社会较即个底层的人吼，总是因信耶稣了后，第2章讲到啥物？就是信心伫因的内面，伫因的心中，互因领受到对上帝来侪恩赐。所以伫哥林多前书，足侪教会也是讲牧师真爱用哥林多吼，即章来讲到属灵的恩赐。所以伫这有当因得到即个属灵恩赐的时阵，搁较特别是因为迄个所在吼，搁较早进前是即个希腊在统治，所以伫希腊的即个文化的洗礼吼，咱讲这个洗礼之后咧，所以伫哥林多教会人，因拢真意爱用即个咱讲世界的智慧来明白咱的信仰。好，简单来讲，就是因真流行哲学，也是讲科学，也是心理学。所以迄个时阵，哥林多教会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讲因感觉钉伫十架顶的耶稣基督是看起来足愚戆的代志。若是一个真正会当拯救咱人的上帝，应该是真有困难，真有权能，袂互人钉伫十架顶。所以讲，因早前听见即个福音，因领受，总是当因开始伫教会礼拜，也是讲保罗离开去别个所在传福音，有别个人来教导因的时阵，因开始想讲。这毋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上好的就是智慧，为虾米？因为伫希腊文化的中间，智慧就亲像因的上帝共款。所以因会想讲，若是咱的上帝是一个有智慧的上帝，伊就袂互即款的代志发生，就是互耶稣基督钉伫十架顶。总是伫保罗一生，伊只有做一件代志，就是传扬钉十架顶的耶稣基督。所以，为虾米伊今仔日会写即个哥林多前书即个批，就是因为伊知影有即款的代志发生。所以其实对第1章到第4章咧，拢咧讲即个代志，就是保罗要考肯因讲第一个，吼，恁爱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讲伫第2章的时阵，特别讲到即个分党分派，吼，就是因开始讲我是属伫虾米人吼，我是属伫保罗，还是我是属伫即个彼得，还是我是属伫阿波罗？彼得要讲即个代志，为虾米要讲即个代志？因为当咱人开始分别的时阵，吼，我是属伫某一个人的时阵，咱会袂记哩，咱其实是属伫上帝。所以为虾米伫即个第3章上尾一节，吼，上尾一节讲到虾米？讲到恁是属基督，基督是上帝的。所以今仔日伫第3章的中间，咱有一个上重要的即个圣经内面要分享的，就是咱的性命是属伫上帝。所以咱的主题嘛是安尼讲，吼，就是咱是属伫耶稣基督的。伫第2章吼，我大先简单来讲第2章。第2章因为保罗伊开始去解决即个代志，虽然伊无亲身到即个哥林多教会，总是伊写批，伊真清楚讲，我咧传福音互恁的时阵，毋是靠我家己真水真好的言辞，是靠对上帝来的信心的大能力来传福音。所以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我犹原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吼，就是咱得到福音，毋是靠人的智慧，
嘛毋是靠即个世间的智慧，包括我即个互上帝拣选的使徒，我伫传福音的时阵，我伫讲耶稣基督定十架顶的时阵，我是靠上帝的大能力，毋是靠人的困难。毋对，其实伫教会中间，有一个兄弟是看牧师来礼拜，是看牧师来读圣经，是看牧师来行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咱应该是爱看耶稣基督，毋是看任何一个人，因为咱拢是人，咱拢真软只。所以保罗继续讲，伫即个因明白的耶稣的内面，伊真清楚知影耶稣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伊是真丰盛有慈爱，伊是一个怜悯人的上帝，伊是欢喜将家己的性命为着咱人来死的上帝，为着就是讲替赎咱，诚做咱性命的主。所以伊一开始讲，恁领受对上帝来迄个信心的时阵，恁就是亲像一个属地信心的人，咱讲属灵的人。什么是属灵的人？就是领受耶稣基督十架救恩启示的人，就是互信心教导的人，然后伊会当明白救恩的宝贵。总是伫第3章的一开始，保罗讲啥物？我无法度看恁做属信心的。为什物？因为恁的行为，啥物款的行为，就是伫教会内面，有有纷争，有怨妒，吵吵闹闹，无亲像即个新的改变讲啥物？众人咱若是彼此相听，众人看到咱彼此相听，就知影啥物？咱是耶稣基督学生。若是今仔日咱的教会踮伫即个所在，逐工咱咧有纷争咧冤家然后拢无谦卑伫即个未信者的因的眼光内面，就是讲信耶稣就是安尼啦就是逐工毋知咧怨啥物就是每一个拢想要做王啦每一个拢想要伫教会中间即个有权啦安尼咱就亲像外口的社团共款。所以保罗在讲即个代志，讲咱毋是属伫任何一个人因为有人可能较爱听保罗讲道，有人可能较喜爱阿波罗，甚至是有人听过彼得，感觉嘛真袂歹啦然后搁较危险的是引用即个世间的智慧，就是即个贴下即个理性的物件来解说圣经。我意思毋是讲咱袂使用理性来解说圣经，总是咱永远要转来圣经看。毋是讲外口遮个物件是对的，其实现在足侪咱的少年真意爱用即个心理学来解说圣经。为虾米？因为感觉很神秘感觉真袂歹亲像讲着我的心甚至是说要分析这个摩西是不是有精神病为虾米会当带人离开这个埃及遮尔辛苦的代志，还是讲就是足侪即款的物件。当然这感觉真趣味，总是这就是互咱的兄弟有误解，还是讲无法度分别，这真正是真危险。所以为虾米咱国较爱毋管是讲保守还是传统，咱其实拢爱转来圣经来看。所以保罗讲，恁毋是属伫信心的，因为恁真侪的行为，甲即个世间、甲外口教会外面的人共款，甲遐个未信者共款，咱无法度展现上帝荣光。因为教会根基是啥物？教会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伫第5节的时阵，保罗讲保罗算啥？保罗算啥？阮不过是上帝找用。阮不过是上帝找用，我是亚种的，保罗是压水的，只有上帝会当互伊大长。所以一个人听见福音的时阵，毋是因为这个人讲啥物，毋是因为迄个人讲啥物，是因为上帝拣选。听见福音，然后开始学习。一个人会当完全信耶稣，是靠信心的引带。毋是咱人决定讲，我今仔日要信主，我就要信主。听起来是亲像是咱主动，其实是上帝拣选，互咱有对信心来的困难，会当讲我要食做一个跟底耶稣的人。毋是因为我家己有即个困难，
若是照咱人遮尔的垃圾误会，还是讲软者，人当然是想要选择家己搁较轻松的代志。群体耶稣是一个无轻松的代志，是毋是？有人点头。为虾米无轻松？我较早伫遮有斗相共，伫即个向日葵有一个囡仔真趣味，伊讲牧师，我感觉信耶稣袂歹哦。我想讲来遮3冬可能会当洗礼啊一个国中3年的学生，我袂记你的名伊讲，但是有一个代志，互我无法度信耶稣。我想讲是啥物代志？是我足歹的吗？还是安怎结果伊就讲，圣经真奇怪，耶稣讲啥物？你爱疼你的对敌啦，人家打你的哪一边的脸，左脸右脸，你就要再给他打回去。伊讲哪有即款的道理啦？人只会当为着家己活，上好的就是好的拢互家己，上好拢是别人甲我回死咧，拢毋是我的毋对，拢是别人的毋对。为虾米爱疼家己的对敌？这我无法度接受。所以讲，即个代志就互伊无法度来信耶稣。当然我听了后，我想讲，求上帝怜悯因为我无法度解释啥物，除非伊真正领受着对上帝迄个白白的疼。啥物是上帝？啥物是耶稣？咱讲即个咱毋免。咱啥物是耶稣白白疼，就是伊为着咱的罪钉伫十字架顶，迄款牺牲看无家己的疼，人才有法度真正了解啥物叫做彼此相疼，啥物叫做爱疼你的对敌。因为所有的疼拢毋是对咱家己来，毋对，咱可能有淡薄溃烂，总是即个溃烂一时仔就无。所以为虾米咱要倚靠耶稣基督？所以伫遮保罗搁一摆讲，是对上帝。毋是对咱人来，而且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伊伫后面才讲着讲，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以外无别的地基。意思就是讲，教会今仔日当建立，毋是靠遮的铁学，靠遐的科学，是因为上帝已经将耶稣基督诚做教会根基，所以其实保罗伫第3章讲遮的话，毋但是只有对个人来讲，是对规个教会来讲，对整个的群体耶稣的群体，就是教会来讲。所以咱的教会是上帝的殿，伫第16节讲着讲，恁是上帝的殿，上帝心点伫恁内面。伊是对教会讲，当然咱嘛会当知影讲，对咱个人嘛是安尼的提醒。所以教会今仔日伫遮，是因为上帝将耶稣基督下伫即个所在做地基，毋是啥物人伫遮礼拜，啥物人伫遮聚会，即个教会才会兴起，毋是，是因为耶稣基督诚做咱教会的地基。所以伫教会，伫耶稣顶面要起造的，就是爱甲耶稣符合，才会当起造嘛。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是做土水还是做建筑的。你的地基的材料，甲顶悬的材料是毋是应该爱相像？若是无相像，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拆掉顶悬的，啊无就是拆掉迄个地基。爱相像才会当做伙嘛啊无就亲像迄个921共款这个地震的时候发现里面都是油桶，迄就是会毁坏，迄就是会灭亡，就是会无去。所以保罗真清楚讲，毋是啥物人，毋是任何一个人，是上帝，是耶稣基督诚做教会的地基。所以伊有一届真怎讲苦心苦恳哥林多教会兄弟讲。恁爱知影若是恁感觉这个世间的智慧是恁要追求的，总是对上帝来要看做是恁的愚妄。一开始圣经第1章的时阵讲到遮个哥林多的人讲这个上帝耶稣钉伫十字架顶是一个愚妄的代志，总是咧伫第3章的后面。反过来说，保罗讲，
其实上帝看恁是愚戆的，因为你追求的超找是即个世间的价值观。所以保罗伫上尾一节讲到啥物？咱是属伫基督的，毋着上帝创造即个世界，要互咱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拢属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阁属伫上帝。吼，咱伫即个海德堡的教理问答第一问吼，第一个问就是讲，伫你伫即个生的时阵，伫死的时阵吼，伫死甲死的中间，你唯一的安慰，还是讲愿望是啥物？吼，你的愿望还是你的安慰是啥物？吼，这是其实是配合今仔日2030讲的，咱是属伫基督的。为虾米这个问题会解说这个咱是属伫基督的？吼，咱做伙来读好无？这是华语的吼，歹势，咱用华语来读吼，请。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我自己。还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的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落，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好，伫这个海德堡的教理问答吼，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咱拢爱问家己，我信耶稣到现在，吼，毋管我当时信耶稣的，我伫即个世间，伫我咧活着的时阵，还是我面对死亡的时阵，啥物人还是啥物物件会当食做我的愿望甲安慰？咱其实每一工拢爱问家己即个问题。若是咱的答案毋是耶稣基督，求上帝怜悯咱吼。当然，咱信耶稣久，拢知影讲啊，标准答案就是咱的耶稣基督。毋对啊，吼，这是标准答案。总是这标准答案是毋是对你的身体，你深深安尼的愿望，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内面，然后你属伫伊。为什么咱会当甲耶稣有关系？吼，其实伫这个要理问答，伊想要甲咱解说，想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其实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毋是因为。拄则咱讲，毋是因为遮的知识，毋是遮的世间的智慧，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着我死伫十架顶，伊替赎我，伊叫做即个挽回祭，为着我即个应该爱死的性命，伊代替我死伫十架顶。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互我甲伊有关系，所以我属伫耶稣基督。咱伫洗礼的时阵。即个牧师拢会讲，奉被圣教信息的名吼，为你来洗礼吼，要归入耶稣的名下，爱归入吼，爱归伫耶稣的名。所以这归伫耶稣的名，就是你对现在开始你是属伫耶稣，然后咱洗礼的时阵讲，现在活的毋过是我，是啥物人伫我内面活的？耶稣伫我内面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是属伫耶稣。所以咱今仔日信耶稣，毋是一个信仰尔条，毋是一个宗教尔条，是我的生命甲这个世间创造这个世间的上帝是有关系。然后我每一天的喘气，我每一天的生活，拢甲咱的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伫这个第一问吼，这个教理问答第一个，咱爱看的是咱人甲三一上帝的关系。第一个当然是咱甲耶稣基督，所以我的身体、我的灵魂拢是属伫耶稣吼。所以我属伫耶稣的基础，就是我拄则解说，就是耶稣基督将我对罪恶中拯救出来。但是我无互耶稣拯救，我就甲耶稣无关系，吼，就是安尼。然后搁一个，我属伫耶稣一个咱讲现实的代志，就是我无搁受到魔鬼的权势来辖制。
意思就是讲，早前我未信耶稣进前，我未属伫耶稣进前，我就是受到即个世间的魔鬼的即个咱讲捆绑。我的性命常常就是即个挣扎中间，我时常爱照我家己的需要来生活，所以我就受到魔鬼的即个咱讲捆绑，还是讲辖制总是当我信耶稣，我属耶稣了后，因为耶稣有啥物款应允，就是伊要保守我。伊要保守我的性命，保守我即个人会当脱离即个世间的歹。所以咱伫主祷文的时阵讲啥物？叫我脱离迄个歹的。所以这是咱属伫耶稣一个真水、真好的根基。第二个就是咱人甲上帝的关系，上帝有咱人完全的主权。因为咱洗礼归伫耶稣的名，然后咱会当安怎？会当伫上帝内面得到啥物款的稳定？就是会当呼叫伊做咱的阿爸爸。这是信心帮助咱有迄款的了解。所以咱的性命、咱的生活，主权拢在伫上帝。咱是家己宗的教会，所以咱讲上帝是创造这个天地万美的上帝，伊是伫对这个世间，伊有完全的主权的上帝。所以上帝有圣经有记载讲，伊想要怜悯啥物人就怜悯啥物人，伊想要拣选啥物人就拣选啥物人。上帝创造天地的时阵是讲话有就有。所以其实咱拢伫上帝的恩典的内面活地，每一工拢是安尼。我早时开车来的时阵，这段路我真久无开，一年的时间，无开这段路。其实足侪改变，真侪改变。这个改变呢，互我感觉讲，亲像是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总是阁有淡薄亲切。因为较早拢因为生活伫遮，总是遮会改变，袂改变，你当教会伫遮，恁游园伫遮嘛毋管迄个路怎样改变，恁游园伫遮，所以我游园会当来到遮做伙来礼拜。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毋管咱的生活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有啥物款好的、无好的代志发生，咱游园相信。每一工拢有上帝恩典，拢有上帝旨意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你敢有安尼相信？有感谢主咱真正爱相信。虽然有当时无法度了解，为虾米遮个代志会临到我的生命？这个时阵，咱有信心，咱无信心求上帝帮助，咱的信心对上帝来，我无法度了解，总是我游园。欢喜来顺服，因为阮深深知影，我的生命每一工拢伫上帝特别恩典的下面伫活地，所以我会当倚靠耶稣基督。上水的就是咱互上帝来拣选，来得到救。最后，咱看咱甲信心的关系是啥物？拄则伫圣经的内面，拢有讲到。保罗传福音时阵，毋是靠伊家己的智慧，还是气力，甚至保罗讲，我是一个无啥会晓讲话，讲话真含慢的人。总是伊知影，一个人会当听起福音来领受救恩，拢是对上帝信心的大能力来的。所以伊清清楚讲到，信心是啥物款的上帝，就是引带人来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甲上帝拯救的上帝。所以信心真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耶稣要离开的时阵，甲伊的学生讲，信心的来，然后帮助咱。毋但是只有愈来愈明白上帝，我靠上帝，然后耶稣然后基督徒会当我靠信心来传福音，过一个荣光上帝的生活。所以一个人会当开嘴讲，我信任我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其实这是信心的工作，这毋是咱人家己会当安尼讲的。今仔日我在分享的过程中间，可能有人想讲，拢毋是我，拢毋是我。我要讲，的确毋是我，真正是信心。咱真正无
无真大的困难，吼，因为咱犹原是罪人，咱犹原欢喜过一个家己欢喜的生活，无一定是上帝欢喜的生活。所以咱为虾米每一天爱祈祷、爱读圣经，伫礼拜中间、伫教会做中间，搁较济听兄弟姊妹分享见证。看见这个奇妙的上帝，看见这个怜悯人的上帝，看见这个丰盛的上帝，怎样伫咱的教会底下这个生命中间来起造，这对咱拢是一个真好的信仰的鼓励甲愿望。所以信心帮助咱，互咱有得救的确信，互咱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伫保罗要讲的，咱信仰内面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明白耶稣基督的拯救。甲即个世间无共款，过来信心帮助咱每一天欢喜为着耶稣来活。信心帮助咱会当呼叫咱的上帝叫天父上帝。信心帮助咱会当每一天为着伊来做见证。信心帮助咱欢喜跟底耶稣，就是行一条十字的道路。行伫十字的道路顶悬，拄则问讲无简单，确实无简单。总是咱有一个好的保证，一个永远袂忘的保证，一个永远袂忘的保证。这个愿望就是在伫耶稣基督。所以每一天求上帝帮助咱的目睭爱看咱的上帝。每一天的生活，毋管是好的是歹的，咱犹原相信上帝掌权伫咱的生命的内面。所以，最后，我要讲，对所有人来讲，咱的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中心。耶稣是咱人生的开始。拄则咱的这个领诗，唱着讲是朋友，耶稣亲像咱的朋友，搁较是咱生命的结束。这个结束就是伫上帝遐，伊是咱人生中间每一天要跟底这个标杆吼。第二个，咱会当信耶稣，是因为信上帝，是因为咱透过基督，咱来认捌上帝。耶稣讲啥物？人怎样认捌上帝？就是看我啊，因为上帝将伊家己显明伫耶稣的生命内面。伫约翰福音，耶稣安尼讲：恁看到我，就亲像看到咱的天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咱来领受信心；通过信心，咱愈来愈认捌咱的耶稣基督。所以每一天求上帝帮助咱毋若是伫即个世间生活，人讲我是基督徒，还是我讲我是基督徒，咱就应该爱求上帝帮助咱过一个属于基督的生活。啥物叫做过一个属基督的生活？就是过一届，每一天将咱家己的生活交托伫上帝手中。每一天咱拢祈祷，求上帝帮助。我今仔日讲话，我的行做，拢会当荣光咱的上帝，因为咱属于耶稣基督。咱的教会是上帝教会，毋是任何一个人的教会。求上帝帮助咱，伫每一天读圣经的时阵，互咱了解明白上帝的话。我知影总务司伊做真长的时间，即个查经班。伫即个查经班的过程，我想对每一个兄弟来讲嘛是真好的帮助。也是讲咱有啥物款的聚会，咱做伙读圣经，伫厝内面稳定读圣经，这拢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基本的生命的表现。一个人信耶稣，对信对开始信耶稣到死，若是圣经拢无读，安尼我想应该伊真正无认捌咱的耶稣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每一天咱欢喜领受信心的工作。啥物是信心的工作？就是跟底耶稣的路。可能有人会讲，信心就是信心的工作，就是一定爱即个伫聚会中间爱笑爱哭，还是讲信心才有法度即个医病赶鬼。我想这不是全面性。
上水上好，就是咱每一工领受信心，就是行耶稣基督的路，就是行一个十架的路。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你为着阮代替阮的罪，牺牲你的性命。总是阮伫你的面前，只要阮知，阮无困难，阮需要你帮助阮。阮需要你每一工找派你的信心，伫阮的心中引带阮，互阮伫讲话，互阮伫行做事，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名。特别是伫阮的中间，若是为下者，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到一个程度，感觉家己无法度。上帝，阮恳求你怜悯因，互因伫这困难的中间，搁一摆抬头看你，仰望你的恩典。因为阮知影，阮生命每一刻拢在伫你的手中，阮的喘气也在伫你。主啊，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内面，求你帮助阮。今仔日听见你的话，阮就欢喜来行跟缀你的十架道路。愿阮的生命每一工荣光上帝你的名。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请咱用圣诗279首来应答上帝的听。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因全首。注定我心内无惊吓自在。所爱，为你我心
这请坐，请咱准备奉献。这请坐。那么请宋牧师来替咱这礼拜生日的人祈祷。请这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请宋牧师来为恁祈祷。好，请咱往耶稣听你，咱来做平安礼。心中最
予阮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你真理革命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耶稣永远听咱，阿门。接续我来报告，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堂主日礼拜9点半，祈祷会暂停，青少期礼拜1点伫教育馆，拜六查经班暂停。圣港服侍后礼拜诗会请林七家长老，领诗请妇女团契，司琴请刘一鸣兄弟。书宪交代，请张世昌执事甲胡素基执事，爱餐要请张真炼。新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10月初1主日有圣餐，请长老预备心服侍祈祷。礼拜爱餐后要举行10月份的中七会，请中职出席。第二，10月21开始，每一拜六下晡的2点半到5点有儿童宴会。本期的内容是合唱、烘焙、体适能。欢迎咱主日学的同学会当来报名参加。第三，杨那村植树纪念奖学金的申请资格。请咱照即个成绩较紧来交成绩单予伊检。第四，咱圣诞节有要洗礼，请有感动的人预备心，并且报名来接受真道班的课程。咱为这个生日的兄弟来祈祷。方案报告，请咱家己看，有问题请会计来更正。内底事项第一。请咱继续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请咱为心身欠安技术娘洪玉基、钟安、展达、庄仁志、黄宏仁，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请咱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第四，请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请咱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音教会、吉吉甲德克达亚教会来代祷。请咱来吟上行圣诗514首，打要散会求主赐福。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宋牧师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帝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个兄弟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密祷闭会。